大家好，我係發仔，同大家分享我呢2星期同死神擦身而過嘅住院抗病經歷。依家順序法由頭講起，好消息放壓軸。7月9到12日，突發狂咳高燒，錯過考試與北區醫院煎熬。7月9日，我喺宿舍準備好晒，正打算出門口去復康力量參加職業普通話持續評估考試。點知臨出門口突然大作反，狂咳到就嚟嘔，下一秒即刻狂飆到40.6度高燒，我整個人燒到軟綿綿，結果非常可惜，但連咁重要嘅考試都去唔到。好在宿舍姑娘眼明手快，見我神志迷糊，即刻 call 車叫救護車送院北區醫院急症室內科病房。醫生睇完覺得我身體好唔對路，安排入內科病房留院觀察，確診細菌感染同少少肺炎，留院頭4日，9到12日，打普通盤尼西林抗生素，但完全冇好轉，持續發高燒，雪上加霜。7月11日週六，吊完鹽水右腳突然腫晒，緊急照 X 光。7月12日週日，醫護嗱臨安排我落去下面 X 光部即刻照 X 光，報告證實我腳部軟組織發炎，正係蜂窩性組織炎。當時肺炎未好，又加埋腳炎，情況極度危急。床上大小二便嘅無助痛苦，因全身吊針被綁喺床，要着尿片。最辛苦係去完大小二便，病房姑娘係定時定候集體換片嘅，唔會單獨即刻幫我換。每次去完只能濕漉漉污糟糟啖，困喺床上無奈等候。那一刻嘅感受真係非常辛苦同煎熬。7月13到20日，關鍵轉藥，美羅培藍救返我條命。照完 X 光報告，醫生知普通藥搞唔掂。7月13日，果斷幫我轉特強抗生素，美羅培藍 Meropenem， 真係全靠呢隻藥救返我條命。轉藥後順利退燒，右腳消腫，呢隻救命藥我由13日一直打到7月20日圓滿完成療程。7月15到20日，轉戰大埔復康醫院，重拾掌控，病情控制後，我喺7月15日轉去大埔醫院公立復康醫院留醫到20日，呢度體驗非常好，終於可以沖涼，1星期沖1次涼。對住咗幾日尿片嘅我，好感動，好舒服，唔使24小時臥床，可以自由啲喺床上喐下手喐下腳，精神即刻返晒嚟。密集復康運動，星期1至5，1星期5次。治療師每日主動幫我做運動，幫我練返流失嘅肌力。壓軸好消息，醫生宣布我出院啦！打晒療程，加上努力做運動，今日終於有大好消息。醫生正式公布，我打晒成個抗生素療程，喺7月21號可以正式出院歸隊啦。發仔抗病時間線順序：79到710，出門考試前突發狂咳到嘔，燒到40.6度，姑娘 call 車送北區急症轉內科，確診肺炎，打盤尼西林無效。711到7:12:11日右腳突發腫晒，12日落下面照 X 光確診蜂窩性組織炎，被逼喺床上等集體換片，極度痛苦。713到720，關鍵轉打特強抗生素，美羅培藍救返我條命，一直打到20日完成。715到720，轉大埔復康醫院。1星期沖1次涼，可喐手喐腳，1星期做5次運動，21分之7，壓軸好消息，正式出院。雖然呢2星期好艱難，好驚險，但好彩轉啱藥，去到大埔復康醫院，每日有進步。多謝宿舍姑娘及時幫忙，醫護照顧同大家嘅關心，大家都要保重身體，健康最重要。